今日又係一早就要趕行程，還好就係今日導遊咧就安排咗馬車，唔使行。唔係啊，我影架車啫嘛，我都唔係影路。向佢得。一路講電話，一路係安唔安全駕駛㗎？你可以一路喺度影，一路喺度。Apa honey？ Same。到達目的地艾德福神殿，天仲未光，神殿外面已經排咗長長一條龍。等咗差唔多30分鐘，天就開始光，遊客魚貫進入。神殿正面嘅外觀可以見到巨大嘅塔門同埋保存清晰嘅浮雕。艾德福神殿係用作供奉鷹頭神荷魯斯，故此又叫做荷魯斯神殿。幾個世紀以嚟，艾德福神廟一直都係埋喺12米嘅沙土以及由尼羅河沉澱嘅淤泥下邊。當地嘅居民亦都直接喺埋藏喺神廟嘅土地上邊興建家園。法國人喺1798年就無意中發現咗神廟塔門嘅頂部，不過到咗1860年，法國嘅埃及學家奧古斯特馬利埃特開始發掘神廟嘅工作。咁因為神廟多年以來都係長埋喺沙土之下，所以幾乎係完好無缺，得以好好保存落嚟。所以艾德福神廟係埃及保存最完整、結構最清晰嘅古代神殿。因此好多嘅考古同埋埃及學者視之為研究古埃及建築最理想嘅範本。無論係塔門啦、柱廳、內殿，都幾乎原貌呈現。如果你想睇得懂埃及神廟嘅結構，艾德福就係最好嘅入門啦。艾德福神廟對考古學極為重要，佢牆上面刻滿咗生動嘅故事，其中有啲石雕係值得慢慢欣賞。好似呢一幅係描繪祭司向荷魯斯奉上聖物嘅儀式場景，線條好細緻，係理解古埃及宗教儀式嘅重要圖像。而祭司喺宗教節慶中用嚟承載荷魯斯神像儀式嘅神聖樹就記錄喺呢一幅石雕上邊。除此之外，廟裏邊嘅銘文亦都為學者提供咗唔少古埃及於希臘羅馬時期喺語言、神話同埋宗教方面嘅資料。據講，當時嘅統治者本身係希臘人，咁為咗獲得埃及人嘅認同，佢哋就大量興建神廟，以延續傳統信仰，鞏固政治嘅正當性。艾德福神廟就係呢段宗教政策嘅典範作品，由奠基到完工，建築時間長達2個世紀。神殿外柱廳嘅入口兩邊各有一尊荷魯斯鷹像，較左嗰邊就比較完整，右邊就損毀嚴重。咁呢個標誌性嘅鷹神差唔多算係指定嘅打卡位。參觀完，我哋又坐返馬車返返郵輪食早餐。食食下望出窗外邊，又見到啲小販喺船邊叫賣毛巾。
佢哋真係好勤力。我翻房打開個窗，又見到另外一艘艇仔靠近我哋隻船，想做啲買賣。冇辦法啦，揾食艱難。今日早起有啲攰，所以就爭取時間喺午飯之前補眠一下。